台北闽县歌剧团的老团长林德华老师，伊对歌戏的后场音乐是捌透透。伫2018年，互文化部认定做成工国宝，成做歌戏后场音乐的保存者。毋过，伊伫咧10月初8来别世，食到88岁。林德华老师创立闽县歌剧团，对1970年整办以来栽培真侪人才，也甲伊规世人的功夫传承予少年辈。文化部也要请总统颁发保养令。人讲3分前场，7分后场，就是在讲戏要好看，后场音乐真重要。当伫文吹的，就是歌戏后场音乐的保存者林德华，伊嘛是创办闽县歌剧团的老团长，食到88岁，伫10月初8逝世。咱台湾传统戏曲界嘛失去一位真重要的人间国宝。老团长林德华精通传统戏的后场演奏，不管是歌戏、布袋戏，还是讲教戏的后场音乐，各种甲谱拢记伫老团长的头壳内。伊也捌讲，要学传统艺术是真正无简单。万世言，千年吹，哦，这个吹分了几千年也分袂好听。传统的艺术，毋是讲遐简单，要跟老师一段会磨练。林德华老团长见证台湾歌戏发展和变迁，伊甲一生拢奉献予歌戏，拍拼推广后场演奏的保存和经验传承，要甲伊的功夫拢传予少年家。2019年开始配合文化部执行传习计划，栽培后场的人才。对这来学艺的少年家，嘛拢甲因当做家己的孙弟照顾，侪艺生拢叫伊一声阿公。伊也真尊重这位艺师，嘛甲伊对歌戏的态度看作是学习的典范。老师演奏大贡献是足内行的，伊的味吼，伊的开口足歹学的。我觉得我在阿公身上看到了一个对于传统艺术的坚持，只要是演出，阿公他就是会把它做到最好。林德华自1970年创立闽县歌剧团，到今有53年的历史，栽培侪歌戏的人才。艺生对伊的印象总是一束西装穿甲整整齐齐，面对歌戏永远展现出上顶真的态度。伊所留下来后场音乐是台湾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。文化部嘛刊新闻稿表示哀悼，也会请总统颁保养令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